你看这大家平安，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
着称赞上主，伫正直的人组织的大会中，我要专心感谢上主。上主的作为真奇妙，互伊爱伊作为的人拢通学习。伊的作为充满尊贵威严，伊的公义永远存续。撒该来吟诗，学了上帝圣诗20首。圣诗20首，圣父上帝踮天顶，管理宇宙出命令，人类历史相改变，阮的生活快变迁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铸作阮徛起所在。圣诗20首，咱起立，大家。咱由安徛伫三甲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创造统治人甲万物都伊真神，伊是历史甲世界哦，施行审判甲拯救。伊的囝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做人，对咱上帝。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，对伊的受苦定十架死国活，显明上帝仁爱甲公义，互咱甲上帝和和。伊的神就是圣神，踮伫咱中间，手赐给咱，互阮伫万百姓中做见证，直到主国来。阮信。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，记载伊的救赎，做阮信仰的生活准则。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，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，做和解使者，是普世的不定本地本地，认同所有的自民，通过听甲受苦。来成做望的记号，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，做伫赦免，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为荣光上帝。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、才能来有份伫伊的创造，责任甲伊三角管理世界。对安尼。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制度，也有文艺科学，阁有追求精神的心。总是人有做无用者的文字，
破坏万物上帝关系。所以人着我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好办，互受压制自由平等，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正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、欢喜。阿门。请坐。咱大家来掀开圣诗后面启应文1107页，也就是哥林多前书13。启应文60，咱大家来启应。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，甚至天使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我若有教义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躯予火烧。仁爱是宽容，有仁爱就袂嫉妒，袂做见笑的代志，袂快受气，袂爱不义，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仰望。仁爱永远存在，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。咱所捌的有限，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做囡仔时，讲话亲像囡仔。当我已经成人，咱现在亲像照镜伫看，模糊无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安尼信、仰望、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，其中重要的是仁爱。同心压头来祈祷，至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互阮平安顺遂经过一礼拜，大家事拢共享一切顺利。伫主昔日的安息日，阮有缘得意来到主你面前敬拜你，感谢主。感谢主你赐落仰视阮、栽培阮、关心阮、永远听阮的母亲妈妈。求你看过因的辛苦，赐福因，互因身心灵拢勇壮，出入内外拢平安，满有主你的恩典伫因的心上。阮也为着失去妈妈、无伫身边的人祈祷。恳求主安慰因，赐落平安，互因知圣灵保惠师如同母亲，时时刻刻陪伴着因，甲因同在。感谢主，亲爱主，阮犹原持续关心着阮的母亲台湾，现时所进行一切，为着台湾民主自由甲和平的稳定。求主保守看顾，一切顺利。一步一脚印，稳稳向前行。阮确信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办，互受压制的得到自由平等。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，互世界正做伊的国，充满公义、平安甲欢喜。这是阮为着身体欠咱心灵软弱的兄弟祈祷，
求主看顾因，互因有主你的安慰扶持，平安喜乐。即时，愿安静心，谦卑顺服伫主你的面前，领受对天而来的祝福。通过牧师传扬主你换命的信息，愿阮的嘴所讲的合你的旨意，愿阮心所想的得到主你的接纳。基督感谢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赞美请圣乐队。
咱感谢圣国伫用诗歌来学罗上主，讲受上帝的话记载伫约书亚24章14节到15节。约书亚24章14节到15节。咱来看，我来读。当恁着敬畏耶和华，诚心诚意服侍伊，将恁列祖伫大河迄边，甲伫埃及所服侍的上帝拄去，来服侍耶和华。若是恁掠服侍耶和华做毋好，今仔日恁着敬恁所要服侍的。看是恁列祖伫大河迄边所服侍遐个上帝，也是恁所徛起因的地阿摩利人遐个上帝啊！轮到我啊，甲我的家，我不断要服侍耶和华。咱阁看一位诗篇27篇，诗篇27篇第1节到第5节。诗篇27篇第1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要惊治罪。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，我要惊治罪。遐个做歹的人，就是我的cứu赎，我的对敌来攻击我，要食我的肉。迄时因就着踏跋倒。虽然有军兵在营要攻击我，我的心也无惊吓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悠然自在。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悠然得意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因为患难的日，伊要暗时保护我，伊伫帐位内将我放伫伊布平较密的所在，举起我伫石盘顶。以上原做的话，将对咱的帮赞。讲到现在起，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轮到我甲我的家，咱就是来听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圣，咱先做伙阿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，愿用感恩进入你的殿，愿同心敬拜你，愿也要对伫愿所读到你的话，就是记载伫圣经的话，愿要捌主你，搁较深，愿也学习主你交代互阮的道理，所以恳求上帝你。赐到你的圣神，踮伫阮中间，带领阮的心思意念，互阮伫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中间，无论讲的也是听的，拢会当平平得到利益，得到造就。原来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是5月第2主日的母亲节。咱知影母亲节上早是美国长老教会开始来做庆祝的，因为咱长老教会真强调一项代志，就是咱伫世间所做所有的代志，拢是要荣光上帝。所以无论是咱伫工作，也是咱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咱所做的拢是要荣光上帝。所以多有讲到，无论是咱是工作，咱伫厝里，无论咱是为着社会来贡献咱家己，也是为着咱的亲人、咱的事业，咱来付出，拢是为着荣光主上帝。所以咱讲到全职妈妈，伫10当前的母亲节进前，美国有一份杂志。做了一个调查，就是
专职的老母伫母亲节上要得到啥物？上悬的28%的专职的老母的妈妈是望母亲节毋免搁去为着囝儿来操烦。第二名是20%的专职妈妈是望讲会当好好困一醒，所以毋免烦恼讲早起爱提早起床准备早顿，就是暗时困以前，搁爱去顺看家事敢有关，窗仔敢有关好，门敢有锁好，毋免好好困一醒。第三名12%是望讲会当一顿毋免煮饭，会当食一顿毋是家己煮的大餐。若讲到咱所想的母亲节礼物，真贵重的礼物，也是母亲节贺卡，竟然伫即个调查的中间是上不了榜。也有一个网站也做一个统计，就是全职妈妈一礼拜的工作的时间，约略算一下是96.5点钟。咱知影一般的劳工一礼拜工作偌久？一天8点钟，安尼拜一到拜五周休2日。就是一礼拜8、5、40、40点钟，所以咱知影全职妈妈其实一礼拜工作的时间是超过咱一般的劳工。一般的劳工，咱做食头路，咱拢是负责一部分的代志，对无？咱若做会计，咱着好好记牢。咱若做咱若做即个客户服务，咱就伫遐接电话做客户服务。咱若是做业务的，咱就去讲生意。咱拢是真简单的一项，也是几项的任务。但是全职妈妈其实伫厝内需要负责的，有即个 CEO， 啥物？一个家庭大细项事拢爱伫遐上脑筋。然后物业经理有啥物？冰箱菜无啊，爱去买，搁爱决定讲买啥物。青菜无爱买青菜，鸡卵你要无啊去买鸡卵。然后心理咨商师就是厝内有人郁卒，也是心内艰苦。即个全职妈妈，搁爱去负担起咱全家的心理卫生。然后幼教老师，这个毋免讲啊，无论带孙，也是带囡仔，也是咱带着，咱爱照顾咱的事势，孙仔啦，也是其他的事势。管家当然，管家就是摒厝内，然后咧。爱将厝内创好整齐，然后爱做厨房的事，衫顿爱烦恼，爱穿衫顿。清洁工当然，就是摒扫，然后搁爱洗衫，咱讲洗衣工爱洗衫。有时阵搁爱做司机，骑乌多摆载囡仔上下课，也是厝内需要做啥物代志。咱爱载咱的亲人去做，所以若根据咱即马2025年，咱即马基本工资偌济？已经190块啊！咱即马的基本工资每点钟190块。咱先莫管迄个超时工作加班费，即马加班费敢是爱加50%那我若无记毋对，无迄计算这啦差不多，咱若干那算讲1点钟190块，然后
一礼拜工作96.5，然后有4礼拜，算算的，其实若要正讲来算薪水，一个全职妈妈一个月爱7万外箍较请会起。哦，这就讲到咱做妈妈真正无简单，啊，加上即马佫双薪家庭，所以真正伫自古以来做妈妈真正真辛苦，真辛苦。啊，当然，咱无拄拄会当领到薪水啦，但是若照起工来算，至少爱7万箍较请会起。一个人来做一个全职妈妈爱做的事，就是因为有老母为着家庭全心的付出，所以会当讲，咱每一个人，咱的老母对咱的影响，会当讲是上介大的。差不多咱每一个人，咱在座的兄弟，咱想咱一世人影响咱上大的，我想咱大部分拢会算，拢会讲，是我的老母。可能老母细汉带去画图，所以一世人对伫画图拢加减有兴趣。也是老母真爱唱歌，伫妈妈腹肚内面，就听起音乐的声。大汉了后，自然而然对音乐就有兴趣，等等等等。尤其是咱基督徒的中间，有80%是基督教家庭大汉的基督徒。若做调查，80%是认为老母对家己的信仰影响上大。毋是牧师毋是牧师，真歹势，这毋是也牧师要推卸责任啦，但是这就是这个统计数字就是安尼，80%是的基督教家庭大汉的基督徒，调查起来是认为老母对家己的信仰影响上大。所以咱在座，我嘛听过，咱中间有兄弟，来分享过，有时阵，想讲咱家己若毋是，咱本来毋是基督徒，有时阵是安怎？咱的大家带咱来信主，这嘛会当讲是老母对伫咱的一个信仰影响上大。所以咱今仔日可能咱一开始读，除了即个约书亚记内底，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一生要服侍耶和华，你感觉有关系？甲家庭、甲母亲节有关系？你会感觉诗篇27篇，哪会甲母亲节有关系？但是咱就想，其实讲到母亲节，咱爱重新来想，就是家庭对咱是非常的重要。伫诗篇27篇的第4节是安尼讲：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旨爱得到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，看伊的阳光，笑念伊的殿。无错，上帝的殿，也是咱用希伯来文来了解，就是上帝的厝，上帝的家。这是咱一生所意爱的，咱意爱会当一生拢甲上帝亲近，咱也望讲。咱会当甲听咱的上帝做伙伫地，会当有听咱的上帝，甲上帝的阳光对咱一世人。其实
这就反映伫咱对伫家庭的一款的期待。咱也期待咱伫地上的家也是安尼，咱期待咱的家庭是有疼，咱期待咱的亲人的疼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咱也期待咱所徛起的家是一个有疼的所在。所以，咱对伫诗篇27篇第4节，其实咱基督徒爱想。咱渴慕迄个上帝的家，安尼咱伫咱的家庭，咱要怎样来经营，会当互咱伫地里，亲像伫天里。所以，咱爱互咱的家庭会当真做，会当培育信仰，甲塑造人格的所在。也就是讲，咱既然渴慕一世人踮伫耶和华的厝，咱渴慕会当时时刻刻领受着疼，安尼咱做家庭的一份子，咱爱反省咱家己，咱为着家庭所付出的时间，咱敢有相对的来付出，尤其是咱即马，咱大家拢无闲，可能咱真侪兄弟还未退休以前，拢想讲等我退休吼，我要做啥物，结果到底真正退休咧，竟然无较有闲吼，有时阵咱即马以前上下班。为着食头路去拍拼，即马咱会当讲上下班的所在是倒位？病院啦吼，咱爱看诊吼，今仔日做复健，明仔载啥物科咱爱去报道，几号咱搁爱提早到，咱有时阵患者多，咱规早起拢伫遐，规下晡拢伫遐，变啊咱实际上。咱无论是即马是迄食头路，还是即马已经退休，咱拢真无闲，所变做付出时间伫咱的亲人身上是非常困难。其实咱大家拢爱反省即项事啊，包括牧师家己啦，所以分享一个故事，即个故事我真爱。因为这个故事反映出咱做人是大人，甲咱的时势所体会到的是无同款。所以至到有时阵家庭问题，敢毋是就安尼出来。这个故事安尼讲 ，Charles Adams 查尔斯亚当斯。亚当斯是一个美国建国初期的一个真大亚当斯家族，出过2个总统，爸仔囝总统。除了这个20世纪的布希家庭，其实这个亚当斯家族也拢出过爸仔囝拢做总统。这个查尔斯亚当斯。老爸甲阿公拢是做过美国总统，伊家己也是做参议员，后来正做外交官去做大使。这个查尔斯亚当斯，伊非常注重写日记，伊也要求伊的后生亨利亚当斯也爱写日记。讲到伊后生8岁的时阵。这个查尔斯就带伊的后生去钓鱼，结果真不幸，规工钓无鱼。但是咧，这个8岁的后生亨利亚当斯，伫伊的日记，迄天的日记，伊写讲：我甲老爸去钓鱼，这是我一生上精彩的一天。
然后伊即工了后，伊常常拢甲别人来讲哇，迄工吼，我老爸非常无闲，竟然用规工的时间带我去钓鱼。哇，这真正是我真好的一个记忆的一日。但是当30天了后，这个查尔斯过身啊，这个后生亨利就去整理老爸所留落来的物件，现着老爸在世的时阵的日记，现着伊的老爸会讲一讲安怎写老爸带囡仔去钓鱼。这个老爸竟然记载讲，我带我的后生去钓鱼，结果我浪费一工，咱敢会当反省咱家己？有时阵咱感觉咱是咧浪费时间，但是对伫咱的时势，竟然咱感觉真无聊，也是咱感觉真不足为奇的一个陪伴的时间，对伫因一生来讲，是真美好的记忆，哦，倒迄个相片哦，哦，这真正是真美好的记忆哦。虽然讲吼，嘛可能后来嘛拢袂记有即个代志，但是对伫后生来讲，对伫做人时势来讲，迄是一个真美好的一个记忆，甚至即个记忆影响着一世人。所以咱做亲人，咱对伫亲人的陪伴，其实咱所付出的价值，对伫咱的时势来讲，是赢过一切的物质享受。咱感觉无啥物，有可能你是有一天带囡仔去吃山吃巷，食一碗面，但是拄啊好迄天的情景，互咱的时势记一世人讲哇，迄天的面真正有够好食，因为我安怎，我的老爸带我，也是我的老母，也是我的阿姐，我的阿姑带我去食一碗面，我真感动。咱会感觉讲一碗面无啥物嘛，30箍、40箍、50箍算啥物？但是对伫咱付出、陪伴咱的时势、咱的后辈，即款陪伴的价值是赢过物质的享受。咱也会知影，咱讲有品质的时间 （quality time）， 咱甲咱全家做伙的时间，这也是咱会当放下心防，全家做伙的时间，这也是咱会当真正做家己的时间，这是非常的宝贝。当然，咱全家做伙的时间，有时阵咱也爱学习，爱特别设计，互咱全家做伙，毋是我滑我的手机，你看你的电视，毋是，是爱大家做伙，阁有机会来讲话，阁会当对伫咱的时势。信用有帮助，所以叶牧师嘛有分享过。有时阵咱忽略讲咱伫厝里咱大人讲话，咱毋知影讲，咱忽略着咱讲话的内容会影响着咱的时势。想讲今仔日做礼拜了，然后咧，咱等去厝里的。即个礼拜的中昼顿，咱会讲今仔礼拜迄个什么人安怎，哎呀！结果咧，咱的时势，咱的囡仔后来煞讲你叫我去教会教会人拢嘛安尼，我去教会创啥？
你真正真侪基督教家庭就是发生即款代志，所以咱爱学习。有时阵，咱也爱想讲，教会内底的一寡代志，可能咱知影真侪，但是若对咱厝邻的人无帮助，有时阵咱爱有智慧，有话就莫讲，无论是对咱，可能咱厝邻有未信者，咱无论是你的另外一半。也是咱的长辈，也是咱的世世，是还未信主。有时阵会因为咱无小心伫厝邻，讲到教会较负面的事，煞影响着因，因就想讲啊，教会拢安尼，我去要创啥？所以咱爱思考的，尤其是食饭的时阵，中昼顿、暗顿。咱是怎样甲咱的家庭安怎去食饭？是拢咧讲教会较负面的，牧师今仔穿安尼，哎呀，也是讲即个长老，即个执事，哎呀，哪安尼？也是讲咱会思考，啥物对咱的亲人。对咱厝邻的人较有帮助，也是咱敢有找到啥物机会会当专家，其他的机会会当专家做伙讲话，做伙来分享。但是总讲一句，咱拢经历，应该咱加减拢经历过去迄款，一代。韦氏牌专家坐伫顶面，一家人在一起真的很幸福。咱有时阵咱回想过去，一代，为即个乌多拜专家坐顶面，我爸母有4个囡仔，专家6个人，一代迄个婴儿狂的迄个韦氏牌，阮专家坐伫顶面。为虾米？我小妹迄当阵甲红鞋啊铺的，然后咧，哥哥、姐姐甲老爸4贴，老母坐上后面，抱一个囡仔，也是绑即个我妹妹伫后壁。然后我是安怎？我徛头前，然后手摕迄个韦氏牌，以前真侪人爱用迄个叫啥？挡风板，有2支。就伫遐摕咧，老爸伫遐徛，全家6个人，一只Vespa，就会当要去倒位就去倒位，真正全家会当做伙，就是上幸福。你下这诗篇27篇的中间，诗人望讲。会当一世人徛起伫耶和华的厝，看到上帝的荣光，然后笑念伊的殿。笑念伊的殿，其实意思就是伫上帝的殿的中间来对上帝恳求，伫上帝的殿的中间听见上帝的声。追求上帝的话来带领，这就讲到咱家庭中间对伫信仰造就的重要性。当咱互人问着讲，伫倒位会当看到上帝的荣光，可能大部分的基督徒反射性就会回答：伫教会内底。也是当咱互人问着讲，咱上早是倒位来学习着基督信仰？咱真侪基督徒拢会讲：我细汉参加主日学，但是事实上，无论旧约也是新约内底，也是咱教会的历史，自古早到今仔日，咱基督徒信仰的养成。
其实拢是对家庭开始，对家庭开始。也是咱讲啊较快，其实一个人的人格的培养，一个人个性的培养，拢是对家庭最开始。尤其咱基督徒、基督教家庭，家庭是咱的囡仔上早学习基督信仰的所在，所以咱的囡仔是对父母亲像学会晓祈祷的生活。咱的囡仔也伫父母日常生活的对话中间，才有可能会当学习到上帝的大气力，怎样会当改变人的生命。所以宗教学拢会教咱一项代志，就是信仰，毋是教出来的。信仰是透过接触，慢慢来改变咱的。信仰毋是用教的，是通过咱慢慢接触、受影响，咱讲潜移默化来的。所以真侪基督徒无错拢真爱有真热烈精彩的教会活动，也真爱伫真侪布道会中间得到迄款互咱情绪真亢奋的感动。不过，人爱知影，信仰上重要的是怎样会当互咱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尤其是爱学习怎样拄着咱伫人生中间的挑战、困难的时阵，咱阁悠然会当跟对主的脚步。这要安怎？这就要通过咱有信仰的长辈、咱的父母以及咱的其他的主内兄弟姊妹，咱大家做伙会当建立一个下伫上帝旨意的关系做开始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咱的信仰会出问题，其实甲咱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有关，相关，甲咱的人际关系出问题有相关。这也是咱讲到家庭，咱扩大到咱属灵的家庭，咱的教会。这个历史的相片，这是早期太平境教会，台南的太平境教会，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第一间，这个正式设立的教会，太平境教会，也是这个马雅国纪念教会的这个以前的建筑物，这是因为今年是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60周年，所以这张相片也互咱知影，这个伫教会内底，其实是咱信仰传承非常重要的。无论是咱的家庭、家己的家庭，也是这个属灵的家庭，拢是非常的重要。留下这。咱的家庭其实是咱会当上直接经验到丰盛生命的各方面，以及塑造咱人格甲信仰的所在。所以咱基督徒爱伫咱的家庭内底，将上帝甲咱的关系当作人际关系的原型，来营造咱的关系，就是上帝听咱，上帝透过圣子耶稣为着咱来牺牲，这款的关系，咱来营造咱家庭的关系。因为上帝用伊无条件、用伊不变的主爱来听咱。
所以，伊是咱生命的支持，甲会当倚靠的石盘。共款，咱也爱模仿、学习上帝听咱的模式，咱爱听咱厝邻的人。所以常常牧师会讲，咱的父母袂因为咱细汉的时阵歹规矩，伊就讲虽然受气会安尼讲啦，但是伊无真正，就是绝对袂切断甲咱的关系。无论咱安怎搞怪，无论咱表现偌无好，但是父母总是父母。同款的，咱即马，咱也爱对待咱的亲人，亲像安尼，袂因为讲表现好、表现歹，咱就大细目；也是表现无好，咱就服咱厝邻的人，咱的视势感觉好，亲像咱放弃伊共款。咱的家庭也爱成做咱厝邻的每一分子的支持甲石盘。所以咱要互咱的家庭伫上帝的听的内面，成做咱会当活出咱家己，也会当得到尊重甲信任，佫会当尊重甲信任人的所在。所以，愿咱伫咱的家庭中间，拢会当经验到，亲像上帝听咱迄款无条件的听，并且会当伫咱的家庭生活中间，会当认捌到彼此接纳、彼此赦免的真正的意义。落去兄弟，当咱喺讨论讲为人父母之道，常常听到牺牲付出、同理心、牺牲自己，但是其实这拢是上帝甲咱关系的中间，上帝所表现的本质。因为上帝听咱，甚至将伊的独生圣子授予予咱。上帝对待咱，是用伊永远袂改变的慈爱。上帝听咱，袂因为咱即马好亲像不配伊的听。上帝总是，上帝永远是听咱，上帝的听袂离开咱。咱伫咱的家庭中间，咱彼此对待，也爱学习上帝的听。咱爱知影，耶稣到伫世间，互咱会当伫生命的中间经验到上帝国。咱也爱跟随主耶稣的脚步，互咱的家庭，互咱的家庭关系，也会当亲像地上的天国，互咱用上帝听咱的听，咱大家尽心尽力来营造咱的家庭关系。咱做伙压头来祈祷。慈悲疼痛的主上帝，阮满心感谢你，感谢你无限的听，感谢你完全的听。你毋是看阮比别人较有价值，你毋是看阮是牛，所以你才听阮。你听阮，因为伫你的眼中，阮无论怎样，拢是值得你听的。你听阮，是因为你知影，阮原本不配，但是你犹原听阮。所以主啊，阮既然领受你这款完全的听，阮也要学习你的听。阮伫阮的家庭关系中间，你互阮会当伫主你的听的内面，
阮得到反省，阮得到激励，互阮学习用你的听来大声听阮厝里的人，互阮的家庭关系会当亲像你听阮的关系安尼。来恳求上帝你，也互阮会当伫阮即个属灵的家庭中间，就是阮奉你的名来设立、来敬拜你的西湖教会。求主你也互阮会当甲阮教会兄弟姊妹，大家做伙来营造即个属灵的大家庭，用你的听做阮的模范，阮也扩大阮听阮家庭的听，阮伫教会中间也彼此相听。主啊，阮有真多的欠缺，阮也有真多的不足，但是阮知你的听是完全。只要阮愿意谦卑来跟对你，阮愿意用你所教示阮的道理来反省阮家己，佮用主你修饰阮的性情气力来转换成做信仰的行动。主啊，阮知你会带领阮，你会帮助阮。求主你互阮起造阮所住的所在，成做地上天国，会当互阮伫生活中间照主你的旨意来行，也分享你的听，到伫阮四周围。阮安尼祈祷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的讲道，互咱真好的勉励，应答上帝话。三解的人圣诗560首，圣诗560首，诗阮上帝，荣光上帝，赐能力互正经律，完成历代圣会事工，哪毋点开回律水？赐阮智慧，赐阮勇气，面对挑战趁一时，面对挑战趁一时，来起立三解的人。我
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咱来先开报告事项。第一，今仔日礼拜咱庆祝母亲节，咱有准备礼物，发等咱要来送互咱教会的姊妹，感谢因为着教会事工，得到出来人的付出。第二，5月份插花班上课日期是5月17日，礼拜六早起10点。迄日要来收准备的材料费500块，由江技师江老师授课报名，请来咱秋美指示来。第三，后礼拜是玉山新学院纪念主日，这次中会退休陈中峰牧师要代表前来咱本会平安报告。咱叶牧师特别代表玉田前往三重埔教会。第四，最近流行性感冒疫情严重，呼吁咱大家做好个人的防疫。建议感冒症状况也是体控力身体较歹，而且就会时来带水感。第五，礼拜五暗时3点，咱来采用永久性眼国。请兄弟来踊跃出席。要安排家庭礼拜兄姊妹，请咱牧师来讲伊安排。第七，后礼拜讲到题目经文，咱家己来看。聚会活动，咱主日礼拜是早起10点，圣国纪念是早起8点45。咱每礼拜五暗时7点半3点。每个月1摆，拜六早起10点，咱插花班。咱后礼拜3点，接着咱顶礼拜的实习甲奉献，咱来一来看。即咱有看到感恩的契机张丽阳姊妹，伊是咱江老师的阿叔，来带咱说明。咱来看咱本礼拜的经文。诗篇27篇4节，有一项事我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必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事，看伊的眼光，笑脸伊的脸。来。有一项事我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必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事，看伊的眼光，笑脸伊的脸。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，我犹原必爱得着，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事，看伊的眼光，笑脸伊的脸。有一件事我曾耶和华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诗篇27章。好，就是咱犹原这个大概讲述来互相请安，也祝咱母亲节快乐哦！平安。好，咱这是咱教会有准备淡薄仔礼物要来赠送互咱在座的母亲吼，女士。咱这是咱请济南执事甲民兵执事来代表教会来，来姊妹每一位姊妹咱拢有吼，拢有。未成年没有哈。内底敢若是一个礼券嘛哈。好，刚刚秋梅指示有交代哈，它这个是有期限的哦，有期限的哈，把握在期限。刚好礼拜哦，没有哈，我是串。好，现在我忘了。好，伊会交代，前面交代吼，唔通袂记你用吼，它有期限的。后来，咱来先开咱今日圣诗395首，圣诗395，咱记哩3个来字。
咱就爱伫咱平常时的家庭关系中间，咱用上帝甲咱的关系，就是上帝用伊完全的听咱，咱也爱安尼用即款的听经营咱的家庭。虽然讲咱拢是有欠缺，咱有真多的不足，但是咱爱相信，上帝赐落咱圣神，帮助咱会当日日进步，帮助咱也会当有行动的气力来行出上帝的听。愿主赐福保护恁，愿上帝恩眷变照恁，让慈悲款待恁。愿主上帝常常看顾恁，守护恁平安。阿门。